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8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，马可福音第10章17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永远的生命。许多人，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让他们安静地坐下来，他们通常会有反应说，哎呦，好无聊哦，好像他们的生命是没什么意义的，是虚空的，甚至他们感到无助。或许年轻人这种心态我们还蛮能够理解的，因为除了他们所喜欢的事，如同玩手机啦、电子游戏啦，或是其他的事物以外，其他的都对他们说都没什么意义啊。可是贵为一国之尊，拥有当时候全世界可以说最富有的财富的所罗门王，他却在年老的时候喊出了空虚的空虚啊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传道书第1章第1节到11节记载了所罗门王的叹息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语录，传道者说，空虚空虚，人生空虚，一切都是空虚。人在太阳底下终身操作劳碌，究竟是有什么益处？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世界老是一样。太阳上升，太阳下沉，匆匆地赶回原处，再从那里出来，风向南吹，又转向北，不断地旋转，循环不已。江河流入大海，海却不满不溢。水归回发源之处，又川流不息。万事令人厌倦，无法尽数。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发生过的事还要发生，做过的事还要再做。太阳底下一件新事也都没有，有哪一件事人能说看吧，这是新的？不可能，在我们出生以前早已经有了。往昔的事没有人能够追念，今后发生的事也没有人能够记住。生命的方向若是错了，目标错了，就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就会叹息。即便是拥有了全世界，但是仍然是吐气连连。有一个人来问耶稣基督有关于如何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。更简单的说，其实他要问的应该是说，怎样能够活得更有意义。马可福音10章17节到22节记载了这一段的对话。耶稣基督强调，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于追求金银财宝，而是追求使人得到益处，并且要能够实际的付出行动。经文说，耶稣刚上路，有一个人跑过来，跪在他的面前，问他，良善的老师啊，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？耶稣问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？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没有良善的了。你一定晓得这些诫命：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，不可诈欺，要孝敬父母。那个人回答，老师，这一切的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。耶稣定睛看他，心里很喜爱他，就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，把钱捐给穷人，你就有财富积存在天上，然后来跟从我。
那个人一听见这话，脸色变了，就垂头丧气的走了，因为他非常富有。诗篇49篇第1节到12节，万民啊，你们要听；世人啊，要留心。无论贫贱富贵，都要侧耳聆听。我的口要说智慧的话，我的心要想明智的事。我的耳朵要倾听比喻，我要弹琴阐明其中的意义。在危难的日子，当仇敌围困着我，以让钱财夸耀财富的人包围着我，我都不害怕。人一定无法赎回自己，他不能付自己生命的赎价给上帝，因为生命的赎价极昂贵，人绝付不出足够的代价，使自己不进坟墓，使自己永远不死。你看，愚昧无知的人死亡，智慧的人也一样死去。他们都把钱财留给后代，虽然他们曾拥有自己的土地，坟墓却是他们永远的家。他们要一直留在那里，人的显贵不能使他不死，他跟禽兽一样都要死亡。我们的生命意义不在于追求自己的满足，求主帮助我们更专注于爱主爱人，真实的活出美好的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